那也不行啊！我的广告创意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换人呢？老板同意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于轩，于轩，上来一下。老板，怎么能临时换人呢？这两个女孩从形象、从气质上完全不一样。我还正准备找你呢。你想想啊，这个棚一天下来费用得多少钱呢？你算过这笔账没有？再说了，这我们等你等不起啊。可是，不用再说了，我觉得这个女孩条件很不错，我还准备继续跟她合作呢。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啊。那个，这不远处呢就是地铁，那我就不送你过去了。要不我给你叫辆车？哎，累了一天了，你也不请我吃个饭吗？而且如果不是今天我临时顶上的话，估计你这个事情就砸了吧？你不谢谢我？想吃什么呀？随便。我请你，麦当劳吧。麦当劳是垃圾食品，吃了会发胖的。要不茶餐厅怎么样？太清淡了，我是湖南人。我知道了，前面有个湘菜，我带你吃湘菜。北京的辣椒都不好，做出的菜肯定不正宗。小姐，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随便。哎，你又要请我吃饭吗？走。累了吧？要不，明天我再跟你讲。当时来的不是爱宝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我本以为随着广告的结束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可故事正因为这个巧合，才刚刚开始。